43岁，绰号“狗子”的王国庆加入竹联帮20年。年轻时，他担任第一大堂天堂堂主时，率领天堂鸟杀手闯荡江湖。1997年1月7日，竹联帮天堂的创党党主王国庆带细汉的主动到台北市刑台自首。他强调，这几年来，天堂早就是名存实亡，因此出面向事情大签下解散帮派的切结书。王国庆捌被一清专案锁定，走去菲律宾。当年伊脱离黑帮，嘛带动台湾其他帮派解散的风气。1998年1月7日，礼拜六由公务人员先实施让礼拜休困2天的制度，也就是讲，每个月有2摆会使享受拜六、礼拜连续的假日。这些内阁阁员透过学习之旅，体验休闲的快乐。当年无强制实施，一礼拜休困2天的企业界，即卖大部分拢有伫实施啊。学校因为学期制，当年是为2月份开始，才配合一礼拜休困2天。